全知的主吗？咱的主是安怎的主？咱大声来学了咱的主，请咱开嘴大声来学了。哈利路亚。你是拯救阮的主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主啊，你是掌管万有、掌管这个国家，主啊，你是听这个土地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搁较感谢你拯救阮，互阮哪得到你的拯救，今仔日会知，你留阮的气息，留阮的性命来到这，会当来自由来敬拜你，阮为着安尼来献上感谢，阮的恳求拢是奉父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请坐。回来，咱要来认罪悔改来祈祷。咱有真济时阵咱失了准，咱得罪了主，得罪着人，咱拢唔知影。恳求主，这个时参像光来照咱，互咱真知影，咱倒位无拄好，得罪了主。好，咱来看上帝话语哦，请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引领我，照你的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也洗清我到无罪。这是无定化的文典，意思就是讲，过去拢过去了，今仔日以前的咱来到主面前认罪，过去拢过去了，互咱人生搁一遍的机会。好无咱到主的面前安静，咱家进来主的面前讲主啊，我感谢你有赦罪阮，主你光照我，我内面得罪你，互我有清洁的心，请咱来祈祷认罪祈祷，请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心最心，主恳求你赦免阮。阮的真济时阵，阮真正信心也无够。主，阮甲你看细了，你是这么伟大的主，总是主，无信心。阮就是主，这个你管袂着；主，阮就是这个主，你管袂调；阮就是主啊，你已经离开阮。主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。定义主，阮是搁较济，是讲主啊，赦免阮的罪，负起阮一切不义，互阮重新过来，互阮搁较济认识你，互阮活出基督的香味。阮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要来祈祷主
伊拢通好起来，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把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我伫遮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恳求你来拯救我，主你来医治我，主你来透放我。咱有当讲牧者，咱有传递新的引导，会当来甲你的边仔来服侍你，你会当徛来中，徛在你的徛在中，还是两边，请咱起立，起立来，你需要祈祷的，请你起立，起立，你需要祷告就请你起来吧，你需要智慧的你就起来吧。我们的长子部长要来为你来祷告，要来赐福你平安，你买赛个清晨的你需要你的所在，咱一起来大胆来跟主来祈祷，来祈祷，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大管的，主啊，主你医治的帮助咱的，这是领导的这个所在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主啊，恳求你来怜悯，主啊，恳求你来医治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来帮忙，主啊，来听听，来平安，主啊，现在放下，主你来在，主你的听，我们就医治，主你的听，主啊，我们在这个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就已经医治阮，主啊，已经得到健康，主啊，你的稳定到阮，主啊，阮就得到平安，主，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，主啊，主你互阮得到完全的自由，因为你的灵伫倒位，阮伫阮就自由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自由来敬拜你，阮安尼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接来咱要为着主你希望来祈祷，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请各信息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无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多多信息甲己用话讲出的土气替咱求，感察人的心的，也知圣神的意思，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。请咱起立，咱来为着咱一个主理，已经这顶头咱有希望的，咱大声来祈祷，为着今仔日的招待，看敬拜的也是，伴奏也是，牧师要传讲的信息，也是每一位即马坐伫位的，也是边仔坐伫边仔，咱拢来祈祷，等者咱要领受上帝恩典，要甲主来相付，咱大声开嘴来祈祷，哈利路亚。今仔会当来到遮主你的圣殿，阮主只要来学乐敬拜你，阮要到主你的面前讲主啊，愿阮一生拢伫主你的圣手中，愿阮等一个主日的礼拜分别做成，因为主你是设立主日的主。互阮伫等你伫遮敬拜学乐，拢真侪芳的祭要来献你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主的圣名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这是用欢喜的心，咱要来敬拜咱的耶和华主上帝，咱就爱学乐耶和华。
咱就爱学了摇花，咱就爱学了摇花，因为伊一歌一乐。咱就爱学了摇花，因为伊是听。咱就爱学了摇花，伊有永远的祝福。咱就爱学了摇花，唱我乐意。再一遍来学老师摇花，咱就爱学了摇花，因为伊一歌一乐。咱就爱学了摇花，因为伊是听。咱就爱学了摇花，伊有永远的祝福。咱就爱学了摇花，唱我乐意。哈利路亚！咱将歌声归予咱天顶的主上帝。请坐，请坐。咱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爱为主来活，为着福音广阔上主的国度来打拼。阿免吗？咱爱求咱的主守护咱全教会的同工甲信徒，对身体来合做一体。真做基督的身躯，咱爱三个用祈祷、用行动来行出主的真理，去做主的教会，对心合一。上帝的念头，
昨的九合一选举真顺利来经过，一切拢真顺利平安。对伫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徛起伫台湾这块土地，咱不变的这份就是爱继续来为主做工做业。阿妹吗？咱就要谦卑咱家己，追求主的心意，迫切为着台湾的执政者的利益来祈祷。阮相信，公义人民的主，伊的确会保守咱台湾。最后来唱，你伫逐世代、逐所在，显明你的慈爱，传扬你的真理。真像主耶稣讲：天国君啊，恁着悔改。主，你也透过你的教会，伫这个社会世代，要成做光，成做盐。求你的光来先光照阮，互阮的心内一直在更新来变化。无学习这个世代，是向主来学习。求你伫这个世代使用你的教会，来赢伫这个城市，转化这个国家。
主，阮看见即边的选举，若是用人家己的意思，就会造成对立，造成羞愤。只有伫你的听内底，真正伫你的听内底，才有互相的包容，互相的赦免，互相的接纳。求你保守你所赏赐予阮即块土地，阮所徛起的国家，帮赞即块土地百姓拢来找求真理，互阮会通成做助你施恩赐福的管道，伫即个世代，特别伫即个城市，互得救的人日日加添，互你的救恩传到逐角落。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来吟圣诗42首，请来耶稣阮所仰望，听起立传授。徛地做伙来祈祷，创造万物宇宙的主宰，阮的天父，万物拢是对你的约束。你用能力创造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参名顶规遐天。你一出声，空中就有济济水激动。你互云雾对地极升起来，你为着雨创造信啊！你互风对你的虎口出来，这一切拢是伫你的业力中来运行。阮感谢你伫这中间来竞选阮做你的囝儿，互阮伫人生的路上有倚靠，而且也求主你，互阮有智慧甲热情，互阮所认捌的人。经历你的同在，互因知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你要互阮伫患难中有饼，伫艰苦中有水，伫阮及时的帮赞，无靠家己的熬，独独信靠你，仰望你。安尼，阮人生的旅途就要有油，有稳定陪伴。虽然阮有富裕，有善食，有艰苦，有悲伤。毋过，我要有平安甲喜乐对你来。怜悯的主，因为阮的软弱，亏欠你的阳光，这时阮要求你赦免阮的罪，也互阮有悔改的心来亲近你，互阮伫生活当中活出基督徒的香味，来荣耀你的名。亲爱的主，阮伫昨昏所举办的地方选举。甲公投已经有一个结果，由你保守甲祝福这当选的人，赐因参名甲智慧以及健康的身体，互因伫治理甲监督的时，会当造福阮的乡里。公投所决定的事项，求主你保守，互台湾这个国家得到你的祝福，台湾啊进步，
成做你欢喜的国家，公义甲人民要充满伫即个所在。亲爱的主，阮下晡有总务部的部会、青年牧区的餐会、二小牧区的午餐约会、中立大学委员会的会议，求你保守这个事工，拢会当顺利进行。也求你纪念这当工的着外，阮也借着社区的事工、医疗关怀、航龙关怀站、生命教育的教导、中年大学等等，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，互人的灵魂得到拯救，人生得到盼望。也求你激动济兄弟，愿意为主理来进入社区，当做祝福的管道，来转化社区。拓展你的国度，因为上帝，这个时期天气渐渐寒冷，求你保守落力的兄弟，互因平安健康，无受风寒。正当节期也到，求你看顾。阮为着感谢你多情肉体的拯救，有准备济安排，要来庆祝，以及要带人来亲近你。求你保守看顾这个事工。感谢你听阮祈祷，求你应允，阮安尼感谢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请诸位来启用。启文39，以赛亚书第2章。启文39，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众山的顶面。第声，万国拢会依我来归依。万民会来讲，咱来去上上主的山。来去我国的上帝的殿，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伊会伫个国中施行审判，伫万民中排解纷争。伊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剑拍做迄国无阁举刀攻击迄国，嘛免搁学战争。国家就来，着靠上主的光来行。这时咱请长笛团来献诗。
出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。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，台语汉译本伫第20页，其他版本请看字幕。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。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请工，入伊的葡萄园，甲做工的人约一日1钱银，就找因入伊的园。9点的时出去，佮看见有婴儿徛伫家市林的，就甲因讲：恁也去葡萄园，我要照公道互恁。因就去。12点到3点的时佮出去，也安尼做。5点的时出去，佮拄着有人徛地，就甲因讲：恁啥事通你婴儿徛伫遮？因讲：因为无人请阮。伊甲因讲：恁也去葡萄园，到日暗，园主甲伊的管家讲，叫做工的，互因工钱，对落尾来去，到达先来为止。遐5点钟所请的到，逐个领1钱银。达先请的到，因拍算要领较济，毋过因也逐个领1钱银。领了后就对家主咬念讲：阮通你拖磨受热，遐落尾请的做工1点钟久，竟然互因到阮边。因就对因一人应讲：朋友啊，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，你敢毋是甲我约1钱银吗？你摕，做你去，我要互即个落尾的甲你平。因我的物惊我所爱，敢袂出去？还是因为我做好，你咧目测吗？亲像安尼，落尾要做大生的要做落尾。以上，即时请老鹰的牧师来讲道，台北市讲行路。牧师，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今仔经文上要讲，迄落尾要做大生。迄大生的要做落尾，昨昏咱经过选举了后，有感觉真奇妙无？加当刚早起时，主就互咱即句经节：落尾要做大生，大生的要做落尾。这世代的变化，总是咱的主甲咱讲定的稳定，永远袂改变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永远无改变的主，你的疼永远无改变。你若是改变，是因为你为着疼阮，你为着拯救阮，互阮对旧约到新约，主你教阮来约定的是更新，是为着要来拯救阮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搁较互你的话语诚做阮生命中的准则，嘛互阮若按照安尼去活出来。主，阮就一生拢活伫你的稳定甲祝福中间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看了、听了，会当明白、醒悟起来，紧来跟对主，互阮诚做有福气的人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礼拜四咱拄好过美国的感恩节，咱台湾是无啥物咧过，总是咱的青年吼，较跟上时代潮流哈，伫等一个12点下晡哈中昼伫遐有一个聚餐，就是要来讲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安尼的餐会哈，嘛欢迎大家透过感恩节，咱来想，咱有啥物爱感恩的？当然，咱爱先感谢咱的主。讲到感恩节哈，咱就会想到美国人加什么印第安人，其实美国人本来应该是什么？是英国的清教徒啦哈。这四个人因三约2个美国人，2个印第安人，因三约要去佚佗，因坐即条的列车或者幸福列车哈。当然坐火车就爱买什么？买车票哈。选举就袂使
袂使买票吼，所以吼爱记得哦吼，咱就爱买票，两个人爱买几张？啊？2张吼，我甲你讲美国人吼讲 no no no， 一张就会使吼，两个人买一张。印第安人看到煞戆影，哈！阮两个人买2张，你一个，啊无你是要安怎做？哦，等下你就知。哦，列车长来敲门。哦，看到列车长要来啊！紧来！列车长要来啊！哦，看到美国人安那，毋是紧摕票，美国人安尼紧安那，你小等下，选去对，便所嘛吼，两个人去一间便所，所以敲来敲门啊！来验票。美国人两个这内面，但是几张票，来，列车人就过了。所以两个人会使买一张袂？会使啊，袂使？会使吼。印第安人讲：哇，我学起来啊！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哈！因佚佗甲要回程啊，要搁坐火车，幸福列车要搁开啊！来买票，印第安人这边学巧学乖啊，两个人买几张？一张。美国人这边要几张？无半张啊 ！No， 列车长过来啊！哇，印第安人啊啦，袂哭的，看因要创啥，较紧走去便所着，咪起来，验票。印第安人吼，看都无看，迄张紧撒出来，真讽然后呢，外口就听到有人声讲啥？因你得福，谢谢。哈？什么人伫外口？美国人摕印第安人迄张，阵啊选去另外一个车厢的便所。兄弟姊妹，伫人甲人中间，咱是比赛巧的，咱是比赛安那变相较干巧嘛。咱人会变化。咱人的心甲人约定，说定了，有定吗？不太定，才会发生昨天有人到2、3点、2、3点还袂要困，要看啥？那2、3点还要困的拢是台北市民啦吼。然后好不容易差3000多票有说定了吗 ？No， 无效这就是人啊，人的改换总是上帝甲咱的约定记伫对。约会的圣经是无改变的，所以当咱伫这个变化的世界，咱就爱甲咱的心放伫上帝所定了的这个约，咱就爱仰望主，咱就会当来算上每一天拢感恩节，咱会当来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咱会当活出因你得福的这个福气。讲到感恩节，咱就想到1620年，伫个英国清教徒因被迫害。因就走去要去新的大陆，就是即卖所谓的美洲大陆，所以因坐一台船，或者啥物5月英文哪会安尼英文叫做啥 ？key flow， 哪会遮奇怪？咱就知影迄 key 是伫倒位关键在哪里？好，因呢伫个我要倒退呢那一直放向前咱来看，因来的时阵是16几年。20年，总是安那，总是到了1636年，敢是1620年在庆祝第一次感恩节，为了怎样印第安人来帮助这个从英国来清教徒，他们这个饿得快半死，一半的人都死，然后印第安人来帮助因，教因安那要种番麦，教因安那做南瓜，教因安那火鸡，你安那你知？举办啥物感恩节的因为印第安人安那来帮助这个清教徒，就是即卖美国人，总是到1636年的时阵就发生战争。这个战争是啥物？是遐清教徒干了16年的时间，外来移民压迫啥物？印第安人的战争。16年、16年，人的心就比对感恩变战争，毋是安尼尔后壁将近300年的时间，拢伫个战争，而且本来印第安人对几百万人中间剩几十万人，
人会变换，总是咱的主咧。伊讲定了一个人的价值，伊就都无改变。上帝伊的起初，伊的计划就是爱人人拢会当得救，伊爱祝福每一个人，总是咱人安那改变了。今仔日的经文就是咧讲天国亲像啥物？就亲像一个葡萄园的主人，伫透早起来的时阵，伊就要去请工人，请问即个主人，尤其迄个时阵，葡萄园要收成的时阵，时间真短，甚至无甲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伊就爱安那有工人，爱请到工人，互伊入去紧甲葡萄收成起来。透早起来，即个主人伊有算好要请几个无？你若是主人，你会算好袂？会嘛？所以透早去咯，我甲恁讲好，偌济钱，恁即马透早入来，做到暗时6点，恁会当得到偌济钱？1钱银。我需要偌济人来点，50几个，好，请你入来，因为我干那需要这50几个，我的收成就够了，就会当收好，就互因透早。这50几个入来的时阵，心有足定的无？欢喜啊！阴暗透动的，阮厝的人有暗顿通好食。这50几个入来了后，外口还佫有人徛伫遐无？有，因要佫等别人来甲伊请。迄个时代，因的工人是用安尼每一工来请，毋是亲像咱是食月安尼。每一工有工作早有通啊食。透早入来时阵，哇，因就开始工作。甲圣经讲啊，即个主人9点佫出去问，喂，哪会佫拄着一群人？安那佫徛伫遐。哦，讲好，来，恁嘛入来算算，来，恁遮来算，来，恁入来，我会互恁安那合理的价格，恁入来，无讲好计小，总是讲合理的价钱。请问，即个主人伊敢有需要这工人？无，伊已经拢请够野了，伊只不过是人民稳定，这人徛伫遐安那。伊一工可能安那底遐烦恼，有人要甲我请无？结果时间拢过啊，早去9点，佫无人请因呢。好，你来。12点钟到，佫出去看，佫有人无？佫有人徛伫遐，心就怜悯啊！伊可能已经无需要工人，总是好，无恁遮，无即个右边遮佫来，佫入去。到下晡3点，佫是有人伫遐，伊嘛请入来。甲傍晚几点？5点。伊佫出去的时阵，看去安那，无恁是安那，佫徛伫遐。遮个工人安那伊，无人请阮啦。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捌失业过无？失业。即摆的少年人要摕到一个工作是无遐尼简单。伊可能9点毕业了，拄就去找无。半年以后佫找无，3点已经1年啊，佫找无。迄心是安那？本来讲我不屑。咱即要过年要到，有的人心开始咧算啊过完年领完钱，年终奖金要来换新的老板嘛我不屑跟你这个老板啦。好，离开了1个月，2个月、3个月，愈来愈安那，姿势愈来无共啊爱换姿势啊。是我倒位毋对哟？我是倒位安尼？人越来越没有自信，因为越没有工作越安那焦虑。开始怀疑是毋是我这个人无够好，我这个人带屎。是啊，迄外口咧等的人，伊心内真艰苦，是毋受着伊家己命，受着伊一家人。咱是几点信主的？咱是对细汉就是基督徒吗？伫咧稳定中吗？还是咱到年轻的时阵咱信主，也是咱到即马已经40、50岁才信主，也是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坐伫遮，你是3点、5点还未信主，还未伫即个稳定中嘛？我知，咱还未信主，就亲像伫个迄个园外，在葡萄园外，咱的心真艰苦、真悲白、真忧虑、真毋知影人生的意义是啥物，总是主，即个主人。毋是需要工人，咱的主毋是需要咱信主，是咱需要主。
刚好咱将这个福音予这个身躯边的人嘛。6点到了，这个主人来开始发薪水咯。对倒位开始发？对几点的？哎哟，对5点的啦。摕偌济？无甲讲算，无甲讲偌济钱对无？但是主人敢若甲讲安那合理的价钱，当时是钱元是合理的哦。好，哇，领去啊！下晡来的领偌济？嘛是1钱元呢。12点的咧，嘛是1钱元。哇，这透早来的安那，心内开始安那算啊哦，人迄5点做1点钟啊1钱元。哦，我透早6点就来，我毋知几钱哦。哦，心内欢喜，而且你看哦，咱的主人有够巧的，对5点开始发，即马等下我想要一个发，毋知伊毋知我摕偌济，对无？安尼算有对啊？毋对？哦，哎呀，嘛是1钱，透早嘛偌济？嘛7钱。哇，本来透早头一个互选的，入去葡萄园做事的。上欢喜哇！你看，敢若我互选啦！你们等着哈，你们等着，你看我就是被选，我多厉害！进去的时阵是感恩的心，入去葡萄园来做工课，总是甲领钱的时阵，心安那？无共啊哦！圣经安怎讲？上透早入去做工的，伊嘛摕到1钱元，是约束的迄1钱元，早起是感恩的心。总是摕到迄1钱元的时阵，伊安那？圣经安怎讲？高念啦，高念。这我上高，你知啊？高念。哦，这什么主人嘛？这会晓算啊，袂晓算啊！你看无想着讲吼，我透早出去，我就流汗吼我互嫌到流汗。你我哪会当摕共款啊？你嘛无想好哦，我足早就做长老安尼吼，毋是讲长老，我讲我足早做牧师啊吼。哪会拢共款啦吼？迄种人会使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主甲咱讲的钱拢共款，价值拢共款，总是咱当初感恩的心。讲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互我有新的性命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呼召我会当做主的当工。我感谢你，互我会当做核心同工小组长、区长，你互我会当做中职，我足欢喜，总是是安那。甲当时我开始感觉高念。哪拢我咧做啦？别人是安拢去拢，我迄句我毋敢讲啊。什么到哪里去了吼？是安怎剩我一个，只剩我一个。别人拢走对，拢剩我咧做尔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的恩典拢无变换，恩典够也咱用，总是咱的心无过是感恩的心。我有一个足好的朋友，当初伫这个陈俊新的时阵。伊一听到陈进兴向乖，然后信主，讲甲伊共款会得到即个恩典救赎，会当去天堂。我即个朋友安怎甲我讲？应验姐，我甲你讲，伊若去天堂吼，陈进兴若去天堂吼，我绝对袂甲伊去共一个所在。我问伊讲，你袂甲伊去共一个所在，无你是要去倒位？不管啦，我就是无要去甲伊去共所在啦。兄弟姊妹，咱要去天堂啊，毋去天堂。毋是咱会当决定的，是咱的主。有真侪人，伊可能要到4点前，伊15点才有法度入去。总是主嘛是听伊。主人对遐透早来，就是你甲我，甲因拢是公平的。是改变的是啥物？咱的心，咱的心变叫安那？有比较的心。真歹势吼，哪会敢若女生，就是因为我是女生啦吼，其实男生嘛会对无？吼，所以请唔好甲我过，好无吼？我听杨牧师讲，一个教授讲，男生混一边，女生混一边，安尼就互过啊吼。请问，我咧讲吼，这埋怨毋是敢若女生的埋怨，是毋是？我敢女生讲是，男生吼，拢总会埋怨，当咱有比较的心的时阵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阵，咱就无共啊啦。本来是感恩的心，就变高念的心嘛。人好看啥物都不顺眼啦，对无？本来当初敬的翁、敬的某，看了水伊当即马安那嫌甲安那。我毋敢讲迄个吼，无改变是咱的心改变。咱来读即句话敢好？来请。
我知你的所行，你的听甲信、甲服侍、甲吞忍，过你路尾所行的，比起头的较济。哇，这敢若是学了对无？咱看顺序哦。我知你所行的，你的听，你的爱心，你的信。在这里没有讲，伫遮无讲我知你的信，你的听，无啥物开始行，你的行为。咱真侪时阵以咱的行为有做啊无做，即人做好啊做歹来决定一个人。咱的主后壁迄句讲啥物？咱来过来读，请。若是我有责备你的，就是你用阮迄个妇人人亚西别。家己称做先知的，伊假使搁威胁我遮的萝卜听讲因，甲食这偶像的物，兄弟姊妹，当咱若毋是心对准的主，毋是听做心，而且这听是上帝的听，安尼咱真容易，咱所做就开始心来比较，而且咱真容易去听第有啥耶是别。你讲遐有诶无诶，咱心就安那，咱诶心就走去了，咱诶心就安那，咱诶心就惊感应。讲无啊，我哪有惊感应？你黑白讲，我毋是迄落，毋是哦，总是恁诶心嘛，毋是用主诶心做心，安尼咱就是背叛主，咱就是惊感应。咱10条戒头一戒讲安那，除了我以外，恁袂使有别个。上帝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少年人的话，安那讲？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所以，请问，若是咱惊别个做咱的主，哪有惊讲伊无？你若掠你家己的意思，掠你家己的决定，掠你家己的看法，掠你家己要爱要做，安尼，咱就是背叛主了。咁好，咱无掠别个。咱敢若掠家己掠主做咱的主，咱就无自己自以为大。6点所分的，咧圣经中间讲，下晡6点所分的这钱，对主来讲，主毋若敢若讲公平对待，毋是敢若讲啥劳资纠纷尔啦。遮无劳资纠纷，因为咱主已经讲定了，伊的听伊的稳定拢无改变。这毋是讲平等对待，毋是讲同等价值而已。咱的主要甲讲的是啥物？伊完全的稳定，甲主的好意。圣经要也讲安那，你是安那咬咬念，你敢安那？你袂堪去看你的目眶安那？你目眶红啊！你看不得主的好意嘛？你看袂到主是遮尔好的好意。伫原文圣经中间讲目眶红是啥物意思？咱敢知？就是讲你的目睭邪恶。咱看到咱的主对别人遮好，看到对陈进兴遮好，6点入来，伊嘛共款，伊可能是5点59分啊，才入去的。咱心就闭目讲，伊若去天堂，我才袂甲伊去共所在咧。啊，凊彩你。兄弟姊妹，我们不要失了准，咱莫失去这个标准。标准伫倒位？伫主的遐。标准是主讲安那就是安那，毋是掠咱做大。咱来读这段的经文，请。所以，若伫基督有啥物劝勉，也是啥物仁爱的安慰，也是有信心的啥物交通，也是有啥物慈悲怜悯。恁就互我的欢喜充满，就是当心志、当仁爱、心心合一、心志专一，凡事无伫为着结党，也是为着空空的阳光来做。多多大家用谦逊的心，看别人较赢伫本身。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阿门。就是讲，我们要谦卑啊！主互每一个人管理有自由，总是咱毋是绝对的。互咱会当自由去投票，会当有自由来选择，来认捌主，诚做主会惊你。总是咱是彼此相依的。
彼此相连到阵的，毋是讲哦，我自由就好，我要安怎做就安怎做，毋是。拄则经文讲，咱爱彼此相顾，咱爱来看主，你安怎想，毋好袂记咧上帝思想的方式，上帝思想的方向。若是咱袂记咧主思想的方式，咱会对生命中，咱就会带来不安、会烦恼、会焦虑。今仔经文搁一遍。爱咱专注在上帝安怎想，上帝想的甲咱想的有共款无？上帝是这样想的吗？还是我想错了呢？伫这世代无共款的标准中，咱定定得罪了主。咱要来看这个影片，咱掠家己做义，咱掠家己做大。你。看看你的眼睛，仔细看着，斑斑点点，色彩绚丽，独一无二，都是我创造的。我创造了一切，全宇宙，还有你，我给了你你的一切。我把你造得纯洁、繁复。还有每一天，我都给你生命，我爱你。然而发生了一件事，你背叛我，你没信任我，你犯罪了。你切断了你与我之间的连结。你虽然活着，却慢慢的死去。于是你追寻其他的东西，好填补你的空虚，可是完全没有用。只让你加速死亡，还使我们相隔得越来越遥远。你在寻找什么呢？我不希望你死。我创造你不是要你被毁灭，而是要你认识我。所以我成为人，成为你们的一份子，成为脆弱的受造物。我曾受诱惑，却从未犯罪。我是为了救你而来。你的罪有那么多，犯罪总要付出代价，一定有人要死，不是你，就是我。所以我承担你的罪，用我的命换你的命。于是我代替你死了，因为我爱你。接着我从死里复活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耶稣。我不是为了谴责你而来，而是为了使你重获新生。依靠我，我一定原谅你，给你永远的生命。我爱你。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恢复我与你之间的来往。你愿意跟随我吗？你愿意跟随主吗？你愿意跟随主吗？你愿意跟对主吗？
你愿意军队主吗？你愿意军队主吗？阿门。主已经替咱死，予咱有真侪新的生命。基督替换咱的想法，愿咱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会当享受迄讲定了的稳定。上帝的话语就是迄通信的，袂改变的。基督已经替换了，咱得到这个福音，总是咱得到福音，是要甲约拿同款吗？今仔即马伫个礼拜伫楼顶，儿少牧区嘛咧讲约拿的故事。约拿互主得到主的稳定了，主差遣伊讲：你去尼尼微城传福音。伊安怎讲？我袂愿去啦，我要去倒？你叫我往东，我就往哪？往西啦。因为伊毋是我国在，他有民族的意思，有国家的意思。我无爱传福音，互因。兄弟姊妹，咱有安尼的心无？迄个啥物强啊？甲人害甲安尼，咱敢要传福音互因？爱，不管伊对倒位来，以色列约拿伊就是有安尼一个盲点，遐个袂使，遐个袂使，干那我会使得到福音？毋是你说了算，是上帝说了才算。咁好，咱来练习，讲毋是咱有偌好，是咱有一个足好的上帝。毋是咱有偌伟大啦，咱哪有啥物伟大？是咱有一个真伟大的上帝。所以咱要掠上帝意思做意思，咱的主是怜悯人的，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咱就爱顺服基督。咱有真侪遐计谋，咱有真侪遐想法，求主拢藏伫主遐，拢藏伫安那，无藏伫咱遮。咱来读即句敢好，请。既那遮的计谋已经拢总悬悬的面，所举起来阻挡人捌上帝的。愿袂毁坏伊，将伊拢总的念头掠来，互伊顺服基督。咁好，咱互人嘛来求告这位上帝，因为咱捌求告过神，神捌听咱的祈祷，拯救过咱，咱嘛互这世上的人会当来求告神。所定了讲好的这个稳定，上帝伊的逻辑，咱敢有听见嘛？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头前迄19章的30节，头前咧讲一个少年人，伊咧甲主耶稣讲，安那才会当得到永生？主安那甲讲，你著爱变卖所有的来分对我。即个少年人安那听的，我无法度啊。主安那甲讲，在人不能，在神这样，凡事都能。伫人无法度，但是主靠主，你著有法度。啊，门徒安那彼得起来，门徒就讲，喂，放弃一切跟随主，安尼就是咧讲啥？我打死可是我，主啊，就是我啦，我就是迄个放下一切吼，我就会使得到永生。主安那甲伊讲，讲迄大圣的安那要做罗马啊，罗马要做大圣。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讲一个挂号，然后今仔日经文上尾一集要讲安那，罗马要做大圣。这个挂号里面就是重要的，是重要上帝逻辑，都是只要愿意的，主拢要来拯救，毋是咱说了算，是咱的主说了算，伊要互咱有永生的福分。咱若是毋捌主，咱的性命就亲像即个囡仔像一日到晚咧共讨食。我毋知你捌去过旅行迄个国家，是你去到倒位，拢有囡仔缀一堆咧，甲你讲，叫我阮去迄落路，阮啥？阮打了，阮去耶路撒冷吼，哇，足侪拢咧，阮打了，一箍就好啊啦吼。有一个宣教师，伊就是去安尼国家，看足侪囡仔咧甲后壁讲，阮打了，伊甲伊讲啊啦，来啦，我无爱互你阮打了，你来啦，我互你搁较好诶，来啦，我干那一箍就好啊。这宣教师，来，你跟我来就对，跟我来就对了。弯大了，跟我来！我跟你讲，我要给你的比这个弯大了更好，跟我来！伊去甲大赛怪在头前，我头一看讲，这囡仔走倒去啊？安那？这囡仔心中干那要爱啥？弯大了。总是这个宣教师要爱互因啥物？免你打了，足侪稳定，足侪钱啊！
总是这囡仔心中干那，伊讲即马无要互我，安尼我就无爱忍伊啊，我就挖头要走啊啦。兄弟姊妹，你有甲主求过无？讲我一箍一箍一个就好啊，一个工作就好啊。总是主讲无，你缀我就对啊，我互你搁较好诶。咱敢袂？敢袂？啊是咱讲啊，主你都无互我，阮兜了即马无互我就无爱啊，我无爱你啊。兄弟姊妹，永生诶福气，愿咱拢会当得到。咱军队好安好无？跟紧了，跟主在主那里有完全的。咱毋好用咱家己的想法，咱常常用咱家己的想法来期待上帝作为，透过各种方式，咱嘛要来影响上帝啊！像兄弟姊妹，咱毋好影响上帝，咱来影响啥？影响咱身躯边的人啦。咱毋好用家己的上帝来期待上帝作为，结果咱反倒失去迄福气，失去迄上宝贵完全的福气。主要互咱的福气是啥物？咱来读好无？请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囡仔信伊的，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。伊听世间到底安尼。你若有你的囡仔，还是你身躯边讲啊，你为我祈祷啊，互我会当经过即个难关啊，兄弟姊妹，伊若还袂信主，你爱甲伊讲，你来透过即个困难，主要祝福你，即个才是重要的。你为伊祈祷，啥物一箍的拢无效，上帝毋是要互伊一箍尔，你互搁较济。透过即个困难，主要互伊相信伊。咱要来看上帝的应允，请信囝的人有永远。毋信囝的人袂看见我，上帝会受气跌伫伊的面前。伊若是无信，上帝生气就伫伊的面前。所以刚好对咱身躯边的人，互伊来信主，这较重要。互伊带伊来到主的面前，吼，咱搁来读请。搁迄个感情是即个，就是上帝已经将永远要互咱，也即个话是伫伊的囝。好，来，有伊的囝就有我，无有上帝的囝的就无有我，所以咱爱传，互人我的福音，活出迄我的福音，咱要做主的门徒。所以咱特别听到，咱身躯边的人，伊为要爱咱为伊祈祷，咱就爱先为伊会当得救来祈祷。咱要来最重要的代志，进前咱就爱来好好祈祷，讲主啊，你的心意是安那？你的心意若是安尼，我毋好一直祈祷讲主，你就爱即边。咱是爱祈祷讲主，我若咧迄边，我就爱挖头讲哦主，我知你是爱我伫遮，你爱我安尼来祈祷，咱心意会当换心来变化，因为主伊要互咱的听，锁定了的福气袂改变，爱改变的是啥？咱来改变，咱才会当真正做主的门徒，咱才袂安那足糊涂。刚好，安尼人才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即个福气。咱的上主伊是即个上帝，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有主权有自由，伊会当竞选，伊会当判断，伊有完全的自由，所以咱的主上大。阿妹吗？所以你若祈祷心有无安，咱爱调整咱家己无？爱无？爱啊！咱才因为安尼来得到主的福气。主若是呼召你讲，亲爱的，来跟对我即摆要甲你放伫满面啥物职务，你要做无？袂吼，讲你来，你每礼拜你都爱来做招待，你要来无？爱，你来，你就爱安那？去小组，你爱来无？爱，吼，咱就爱来听主要互咱去诚侪会当传福音的人。主讲你23号来爱邀请你祈祷，我是爱邀请啥物人来？你若听见，你就爱紧去传，吼传互人即个福气。咱本来咱无够，咱只是不配的人，咱要传即个福音互迄个不配的人，互咱拢诚侪主的啥物宝贝啦。那原来是不配的，但是因着主，我们成为宝贝。我们原来是不配，总是咱因为主安那得到这个宝贝。咱的温困做工会有当时咱会睿智，有当时咱毋知要安怎做，拢是主要帮助咱来做。这个月咱看去，咱就爱袂记哩咱家己
的怨恨，咱爱袂记咱对别人的、对家己的这个想要，而要记得什么？记得爱通通邀请人，只要愿意，就是邀请伊来这个喜宴，而且呐，咱知不管先入来还是后入来，只要信，拢会当入主的天国，拢会当得着救。今仔日咱讲到啥物？因为咱根据一个约，上帝对旧约到新约，伊的听永远无改变，伊的听就是要互咱人人拢会当得救。伫英国剑桥大学圣玛丽的教堂有2个祷告的殿，咱拄有讲哦，祷告就是爱咱家己改变，毋是改变上帝，毋是摇动上帝的手名，是爱摇动上帝的手来，互咱面对神。所以伊要有2个祷告的殿，迄个垫子，台语来讲，就垫子，就祈祷迄个规个迄，顶头一个写啥？感谢、感恩。好 ，thank 就是感谢。另外一个垫子，祷告的垫是什么 ？think 好，2个叉呐，一个字母尔。think 就是讲你爱定定去思想上帝，毋是干那思想爱，因为中是差一个爱尔嘛。毋是一日干毋讲啊，主啊，我要爱啥啊，我主啊，这个海啊，这啊，毋是干那想尔。你爱想安那？英文字母第一个字是什么 ？A 嘛。thank 主啊，你上大。你要爱我安那